阮王景要来举办咱的这个防空渔火节哦。那这届活动非常的精彩，除了咱过去印象中真侪暗时的歌手，这个大型的这个演艺的一个表演之外，咱这届佫串联着咱王景这上闹热的这个街仔内底，包括大家来遮会使来遮烤烤，会使来遮食蚵仔，这个蚵仔煎顶顶的海产，会使当遮尽情的一个享受。那另外伫咱的美海中遮有请到咱妈祖辽境的所有妈祖来到遮，所以你来到安宫都会使甲咱中华原来妈祖辽境的所有妈祖做一遍甲拜。人讲有烧香保庇拜了绝对你今年绝对是旺旺旺。那咱伫旁边也佫有一寡和咱的这个亲子游戏区，以及一寡相关的这个闯关区哦。白天的话，大家可以还有一个千坪的这个游乐设施哦，水上的游乐设施，大家拢会使利用日时来遮行搭。暗时再佫留伫遐看演唱会，希望讲提供咱的乡亲有共款的这个体会。另外，咱今年嘛，甲咱的这个海牛这个物件发扬光大哦，希望咱的乡亲日时你会使来看咱的这个风景，看咱澎湃的这个海边啊，透过的海边啊，你会使坐咱的这个海牛这个浮车哦，慢慢靠去海边啊，伫咱海边啊遐破鹅时阵呢，咱遐会使烤烤吼，这是嘛是一个共款的体验。欢迎咱的乡亲7月21号来咱王景吼来看海，来这个坐浮车来遮呢，看咱一款好的这个表演甲升水吼，欢迎大家。这个渔火节拢总有15天的时间，咱这届首先再把我们的整个动线拉到我们的这个街区跟咱的商家做一个连接，因为咱王景就是伫海边啊，本来也海产就足青的，但是咱过去拢较忽略掉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这次呢也跟我们的商家一起来配合，包括我们有提供了一些免费的这个额外这个体会券，我哋当面烤鹅锅。白鹅当面即个烤鹅来食吼。那当然，你也不足的部分，要米露啦，要啥，你也使甲商店家来做相关的这个配合。那我们呢，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福海宫这边也有一个这个大型的这个祈福的一个场所就是咱甲咱的所有妈祖拢请来到遮咱公家是每一尊妈祖拢足有这个灵验透过遮的这个保庇，这个祈福会使互你今年更加会顺。那我们呢，除此之外，这个海牛过去大家可能较唔捌坐浮车来去海边佚佗那我们这次也有结合了我们地方的这个社团社区一起提供我们海边，你也使来海边这个潮间带来遮掠这个螃蟹啦当遮这个散漫步啦，以及呢伫遮这个东营伫咱的这个澳边遮飞鹅、食鹅、烤科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享受，欢迎咱的乡亲一起共享盛举。精彩的盛会，开枪正前方。